来看连续选调平湖议长6届的国民党籍刘丹昭玲，伊涉嫌利用议长的职务替人抄代志乌西。自3月收押禁见到呾，侦查几若个月，平湖地检署今仔日是甲刘丹昭玲甲伊的机要秘书拢提起公诉。另外8个涉案的官员拢承认犯罪，交予公考5万到30万不等，来交换缓起诉的处分。3月14号，法院裁定收押禁见。经过将近4个月密集侦查，国民党籍平湖县议长刘丹昭玲涉贪案，检方垂示结案，公布几项贪渎事实。被告2人共收取汇款达176万元。因认被告2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。检方调查，民国106到112间，刘丹昭玲甲担任机要秘书涉嫌关税，包括车船处预算甲人事案、文工国校校务人事案，也有消防甲卫生局人事案。每一案有机会收取7万5到100万块不等的代票，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。也是在为我们这个医疗和澎湖的医疗在做打拼。徛台顶在讲1号新路8连任10届议员，创下6连霸议长纪录的刘丹昭玲，经营地方政大40多年，无想到却利用职务关税收黑钱。检方经过后，甲伊甲姓陈的机要秘书提起公诉，涉嫌乌洗前车船处长等8个人，分别向公库支付5万至30万不等，来交换缓起诉处分。人事的禁用应秉持着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却利用长期担任议长以及议员的身份，要求县府局处首长迁就其个人的意志来进行人事的安排。刘丹昭玲请示议长案，暂时防阻挡，也毋过14号第2届区下期满，有计初5会召开宴雅庭，是到刘丹昭玲是毋是会当交保有待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